现在的货运行情是彻底的崩盘了，全中国东三省最严重的还是我们四川。你看这么多的车子，平时是一个个冷的，这回不冷了吧？都没活干吧？就算有活儿给你干，但是你得赔钱啊，往哪走都是亏，都是不挣钱。一家老小还得等着咱挣钱回家养家糊口呢，这可咋整啊？现在都已经阳春3月了，你妈的这成千上万的车啊，在家里面抛窝，没活干，都等着卖车呢。这鸡巴这，看见没有？今年行情很差呀，各行各业。只要司机没事情干，说明这个社会经济是非常萧条的啊。因为运输可以代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的程度。南来北往，没有这个车辆的运输，哪来的货物的流通呢？哪来经济的繁荣啊？大家看一看啊。还有1000多人，2000人啊！